来关心行政议会伫昨昏冇通过403花莲大地震灾害了后复原和重建方案，会投入285.5亿，要协助公共设施复原甲重建，卖补助民众财损，而且卖补助民众重建，也佫要进行当地产业。交通部嘛宣布讲，花莲和台东的自由行旅游的补助和团体补助，会对7月份起行，拍算会推动3个月，一间房间上悬会当补助到1000块。花莲地震致使花莲几啊栋大楼受损，东部公路受损长。为了协助灾区，行政议会初二通过0403紧灾复原重建方案。会投入285亿5千万，为4大面向：中央公共设施复原重建、补助地方修理公共设施、民间补助、产业振兴甲减免、设立规模重建辅导团，甲花莲重建办公室协助地方。投入的重建经费呢是会超过285亿，从优、从速、从简的方式，尽力来协助地方政府还有地方的灾民。修理公共设施重建会投入184亿4千万，其中超过30亿会摕来复原德鲁固国家公园，17亿9700万会摕来修理铁路甲强化安全，人家厝财损安置甲重建会投入58亿4千万。受灾户租金的补贴，一户3个人以下的每个月补助8000块，8个人以上的上济是800块。产业振兴是投入40亿8千万，要来协助企业纾困甲进行观光。那预计在这礼拜6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会跟相关中央部会的人来到花莲，跟县府就所有的执行细节会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讨论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拜六会去花莲沟通重建计划。交通部初二嘛宣布，花东自由行旅宿补助甲团体补助，自由行的部分去花莲带暝拜1至拜4，一间房间是补助1000块，拜5至礼拜补助500块。也若去台东带暝，拜1到拜4，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。团体部分，花莲集团补助2万，台东是15000块。为7月份开始会办理3个月。不过，花莲的观光业者批评讲，是安怎台东买当纳入补助，麻烦到游客拢走去台东，互因是看有食无。尤其是7月，他们即将迎接的是他们的热气球补助政策，把台东纳进去，确实会把花莲的这个观光效益严重的稀释掉。花莲观光业者讲，无排除上北抗议，偏保协会表示会配合方案组团，予旅客去花莲进行观光。不过每一间旅行社上济干会当申请5团，呼吁中央会当阁增加旅行团的数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